讀經係第74頁，恭讀宗徒大事錄。上主的天使向斐理伯說：起來，往南行，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迦薩的路走，即曠野中的那條路。他就起來去了。有個厄提約丕亞人，是厄提約丕亞女王金達克的有權勢的太監，也是他寶庫的總管。他曾來到耶路撒冷朝聖。他回去的時候，坐在車上，誦讀依撒意亞先知。聖神就向斐理伯說：你上前去，走近這輛車子。斐理伯就跑過去，聽見他誦讀依撒意亞先知，便說道：你明白所誦讀的嗎？他答說：若沒有人指教我，怎麼能夠？於是請斐理伯上車與他同坐。他所誦讀的那段經正是：他如同被牽去宰殺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緘默，他也同樣不開口。在他屈辱之時，無人為他申辯。誰能描述他的後代呢？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了。太監向斐理伯發言說：請你說，先知說這話是指誰呢？是指自己，或是指別人？斐理伯便開口，從這段經文開始，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他們沿路前行的時候，來到了一個有水的地方。那太監就說：看，這裏有水，還有什麼阻擋我受洗呢？斐理伯答說：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他答說：我信耶穌基督就是天主子。他就命車停住，斐理伯和太監兩人下到水中，斐理伯給他付了洗。當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候，主的神把斐理伯提去，太監就再看不見他了。他就喜喜歡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斐理伯卻在亞佐托出現，以後經過各城，宣講福音，直到凱撒勒雅。上主的話。普世大地，請向天主歡呼。萬民，請你們讚美我們的天主，請傳揚他應受到的榮譽。他曾保存了我們的性命，沒有讓我們腳步滑倒。凡敬畏天主的人，請你們前來靜聽，我要敘述他為我靈魂的所作所行。我曾親口呼號過他，我的舌頭稱揚過他。天主應受讚美，因他從未拒絕我的愛恨，他也從來沒有從我身上撤回他的慈吻。福音前歡呼阿利路亞。主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阿利路亞。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那時候，耶穌對群眾說：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
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復活。在先知書上記載，眾人都要蒙天主的訓誨，凡由父聽教而學習的，必到我這裏來。這並不是說有人看見國父，只有那從天主而來的才看見國父。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信從的人必得永生。我是生命的食糧。你們的祖先在曠野中吃過嗎哪，卻死了。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誰吃了就不死。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命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上主的話。我們細世界都幾粒粒亂啊！粒粒亂嘅原因都係人追求幸福嘅生活，首先追求生存啦。移民點解啊？因為喺啲地方睇唔到將來，所以要轉去另一個地方，找尋更好嘅生活。天主俾我哋智慧，使我哋創出為我哋嘅未來願景、我哋嘅夢想咧，製造一啲條件出嚟，使我哋嘅生活更好。但係我哋知道新嘅嘢出現，亦都新嘅問題出現。咁所以我哋猛去追尋嘅嘢，永無止境嘅。耶穌就好清楚，我哋唔好為可腐朽嘅食物、可腐朽嘅事而操心忙碌。最緊要為嗰啲唔能夠食咗使我哋得到生命嘅食糧嚟到去奉獻我哋嘅生命。咁所以就好清楚一點，人生為乜嘢呢？咁每個人呢有佢嘅人生觀啦。咁耶穌基督嚟就係展示俾我哋知，我哋係嚟自天主，天主以佢嘅形象肖像做我哋要返天主嗰度。我哋之所以喺我哋身上嘅天主嘅形象冇咗、破壞咗、模糊咗，係因為人犯咗罪。咁所以耶穌展示俾我哋就係得救嘅路，用唔同嘅方式去比喻啦。咁所以要我哋去明白天主嘅奧秘，就需要啦有啲人去幫助耶穌嚟到去解釋聖經。所以第一篇讀經啦，我哋就睇到有個人嚟到朝聖，一個做官嘅太監，佢打開依撒意亞先知嘅一段，唔明，但係天主就使斐理伯行近佢哋，
引導佢哋去明白以賽亞先知所指嘅嗰位被牽去宰殺嘅羊，就係耶穌基督，帶領佢，終於佢領咗洗，成為基督徒。而佢一句說話好重要嘅，冇人指教我，怎麼能夠去明白呢？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到好多人咧唔能夠接納耶穌基督，或者冇接納耶穌基督，因為好多時冇人去指導佢哋。我哋好多親戚朋友家人，佢哋都未認識耶穌基督，所以我哋有本分將基督介紹俾佢哋。不過喺介紹之前呢，我哋要活出嚟先，活出我哋嘅信仰，同埋我哋信仰活出嚟呢，係要正確嘅、精準嘅。好多時我哋活嘅信仰呢，有時講得唔好聽，有啲係異端嚟嘅，有時。所以我哋喺我哋嘅教育生活之中呢，將我哋嘅教理知識、信仰嘅認識能夠提升、深化一啲，唔好流於我哋普通嘅認知上，或者係有時用氹細路仔去明白一啲嘢嘅想像之中啊。咁所以變咗喺呢點就值得我哋留意嘅。耶穌亦都好清楚提咗一點喺福音內，眾人都要蒙天主嘅訓誨，佢引用聖名先知書，個個都可以蒙受天主嘅恩典。但係耶穌亦都講出咗，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換言之，就係天主要使我哋個個蒙恩得救，呢天主嘅意願，一個也不失落。但係信德係一份恩典，係天主俾我哋嘅恩典。所以喺呢幾日嘅道理，我唔知喺玫瑰堂講或者呢度講，好清楚。我唔能夠話劉神父嘅講道理好好聽，說服到你去領洗，唔係啊，係天主聖神喺慕道者身上咧，係引導住佢哋。所以好多時我話問翻你自己，你憑乜嘢去信耶穌？憑咩嘢接受主耶穌基督？如果我哋遇到一個人咧，佢學問高深嘅，佢有一大條道理反駁我哋冇聲出嘅。但係冇聲出就唔表示我唔信喎，不過我駁唔到佢，唔識駁佢啊。咁所以變咗信仰係一份恩典嚟嘅，就好似愛一樣。我愛一個人，點解你愛佢啊？佢有錢咩？但係嗰個更有錢。佢靚仔咩？比嗰個仲靚仔，係咪？嗰個學問咩？但係嗰個學問，點知愛佢？佢靚仔有學問有錢關我咩事喎？我係愛佢啊！即係愛情就好奇妙嘅一樣嘢，好奇妙嘅嚇。咁所以變咗嚟講係信仰有少少雷同啦。我哋就係咩？天主係明明都帶領住我哋，但係如果我哋嘅教生活咧，能夠有一個 moment 喺人生之中有一個階段，或者有一段時刻係同天主感受到天主嘅臨在，感受天主與天主個共融啦，咁呢點咧就好唔同啦。
好唔同呢樣嘢。咁各位主內兄弟姊妹，咁所以喺呢度耶穌就講出係父吸引去到耶穌面前，但係天父唔會話我要嗰個得救，嗰個唔得救，唔係個個一視同仁。所以耶穌講咩？天主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有光照善人；降雨俾善人，又都俾不義嘅人。問題就話你願唔願意接受天主太陽嘅照射呢？你願唔願意接受天主降嘅雨露嘅潤澤呢？我哋完全有自由嘅，信仰同愛都係要我哋好自由打開我哋嘅心，呢個係取決於你啦。咁所以有聖人就話啦，天主做你就唔使你同意，不過救你就要你同意咯。咁所以變咗嚟講，同唔同意我自己。不過好可惜，我哋有時嘅人嘅心硬啊，硬到係點呢？有時我睇到一啲人好可惜㗎，喺學問上認識教會道理係冇問題嘅，認識天主喺教會工作咗幾十年，成一世可以話20零歲已經喺教會內做嘢，做到咩？神父、修女佢啲道理、梵意嘅文言，佢都睇暈啊！我都冇佢咁叻啊！但係死前佢都係唔願意做教友。咁自然啦，呢份係天主嘅恩典，佢嘅選擇。但係有時我心痛嘅，心痛在咩呢？佢一種高傲啊！高傲就係咩？我咁叻，我咁醒我做教友，教會有我成為你嘅會員，好似我哋執到寶啊！我哋教會執到寶，就唔係話我哋因為成為教友，我哋執到寶啊！我成為你嘅乜嘢喎？哇！你真係三生有幸啊！咁啊，都係一種驕傲嘅心。咁冇計啦，呢樣嘢同埋佢祈禱啊，揾呢啲咁嘅人，佢祈禱真係啊！有啲人就唔係嘅好似我俾一個人領洗㗎，神父我唔領啊，點解唔領啊？因為我要去嗰陣時仲有氹仔跑馬，佢話我要玩跑馬，咁做咗教友唔玩得噶嘛？我話玩得嘅，娛樂啫嘛。佢話我唔得，一做我就唔做教友就唔玩得，咁所以佢唔領洗，情願唔領洗啦。為咗要跑馬玩下馬仔，所以咁冇計啦。有時好奇妙，咁都得咁樣係啦。有時我哋就係執着某啲呢啲嘢，束綁我自己束綁我自己。咁所以讓我哋求上主祝福我哋感謝天主啦我哋唔知點解，我又唔係好聰明，又唔係好，天主都接受我哋成為佢嘅子女咁呢個係感恩嘅咁我哋繼續為教會祈禱啦啱先冇幾耐之前啱先第二次嘅選舉又失敗咗啦，又冇黑煙啦咁2個鐘頭後啦，有第三次，咁希望盡快啦。不過我估都未得，可能半夜嗰次或者得都未定，希望啦。咁求上主祝福教會選一個天主所俾我哋嘅一個新嘅教宗，天主保佑。